仔这出戏主要咧讲的是一个家族的故事，尤其是这个老爸甲伊的后生两代中的恩恩怨怨的故事。就是我一直很想要演的角色是一个跨性别的角色。我觉得大家对于跨性别的角色的了解跟认知是有比较少。我们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改变身体本来习惯的样子。手这件事情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，就是通常女生都不会这么大，所以我很多时候在演的时候都是把手藏在我的所有的戏服里面。然后再来是我用男生的样子，然后去 Zara 去 H&M， 然后我就跟店员说我想要试穿这件衣服。你会明显感觉到大家会保持友善，但是那个友善里面会有一点点是你真的要穿的吗？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好像要让大家了解说，我们的外表是由自己决定的，不是由别人评判的。这个爸爸对这个议题无了解嘛？你讲要同理伊的心情，我感觉是真困难的代志啦。你想要甲我拍死，我妈就让你气死你啦！懵懵懂懂，可能就是伫咧这个过程内底亲情吼。比这个什么多元性别认同，比这个大，老爸可能到尾也嘛唔知什么叫做多元性别认同，但是毕竟安怎总是家己的后生，无度加长的一条线伫遐，这条线可能是真好的线，嘛可能甲对方绑甲死死。做你家己，满意就好。不管是厝也好，还是家也好，就是咱豆豆将这间厝变做有温度的一个家庭。我知影你一定会成功回来，袂互恁爸闹开，对吧？也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句话，是说，喜欢一个人，并不是要全然的爱着他，或许你可以把他的精神放在你的血肉里面。当你觉得很沮丧、很脆弱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起这个人，记得你用你爱他的方式好好的爱着自己。